有吉利咯，路。安尼坐接講那啲大片吉利哦。哇，這個恐怖啊！這個我叫我係啲海鮮嘅名咧，我叫。快出眼快鬧喂！喲，等陣殺嘅時間做，介紹路嘅時間做。關個呢啊，佢 OK，關個呢啊。OK，ready 啊，YouTube start 啦嗬 ，I think should be YouTube should be start 啦啊。咁條潮嘅小突破。哦，等我俾佢咪 echo 個。我落 out 就從來咧 go to YouTube to watch 啊。OK。哦，依集我是白青啊，我聽到白青嘅聲誒。冇爛事啦。哦，依集我嘅聲成個白青，我想是白青。冇啦，伊就講伊是怡保人，怡保人特別講白青聲，講白青嘅聲。誒，咱個幾 episode，咱個幾 episode，咱個聽到聲上聲就冇驚啦。OK，真係我有影當今我是讀無算影當今，我可唔可以解開一個 app 哈 ？OK，這是攏知這什麼啊？這是幾 episode 是小個小啊，安泰。你係咪 start 咧？各位聽眾，歡迎你人再來收聽檳城福建的國語歌手。一個禮拜，我哋咪介紹，我人普及，有一個人哦，佢咧鳥鬼入來嚇到我就，一個禮拜，我會介紹我人嘅特別嘉賓。一個禮拜特別嘉賓是，我人 Clubhouse 是Google Meet 入邊嘅一個人，呢一個人我慢慢講啊，落面攏就會手嘅啊 ，Google Meet 半鹹甜豆葡萄乾。新椒辣地打，唔是地打驚，唔係地打龜，唔是辣地打佬，辣地打個好聽，就叫個格人鬼名。叫辣地打，肯定新椒啦，肯定個嚟解講話，個有德哥，豆哥，個奧地都。Asam laksa, keuahan, hao, sorry, bị khui lại mà hao tiêu, bài chênh, yếu kéo bài chênh, có nhau cùi,個 Google Meet 合併嘅啦 ，Google 唔是 Hangout， 唔是即叫咩 Clubhouse 啦，Clubhouse 啦，金培，阿蕉，南晒，陸航，阿龍 ，BK， 我是講嘢啊，做咩個講嘅 ？BK 是多。แต่ตูรันทอหวยโอเคโอเคต้องขอว่าจะโอเค係咪好？OK，等陣我未見到對個新椒講話就先。新椒，等我琴日 echo 成，我特別 echo 我自己聽，我自己只杜蘭嘅。echo， OK， reverb， OK， come here，OK， 新椒要聽你，新椒，你講你找我介紹你來啊，哪啲打？是啊。
我放那大隻 spot 一嚟啫。是啲大佬，啊，啲大佬，你會怕壞哦？大家好聽啦，嚇？拉啲大家好聽。辣啲大家好聽嗬，啊你啲大佬牌就叫辣啲大嘛。啲梅冷性咧，當時很叫嗰種，阿咪打都會使，係咩嘅？你講咩？阿蕉、阿龍，打都會使咧，辣啲大咩使下？來啲打都會使啦。啊，辣啲大，所以我做咩數嘅浪嘅名嚇？我唔是講我到底可能臭名，是講我想到嘅時候，我腦就想到佢啲名。伊較硬調，如果是只講無順呢，我無咩調，所以當今咱看到你垃圾大紅啊，哇好色哦！但我本來黃紅色，我個 match lu RG red，OK， 所以我當然黃紅色 ，OK， 你看人做只，誒，我紅都無紅不啦，我黃紅是你無紅 ，OK 呢，哈哈，人做只紅嘰嘰，然後我未你有拍壞哦。阿咪是怕。你電話係 horizontal。當時你電話是跌嘅咗，成個成本跌嘅，你就拍壞啊！啊，呢特別安怎換？啊，搞，OK， 所以當佢看過成個鬼入邊，你話一步步嘅事。好事，佢記啲就，阿妹就住嘅。唔通，我扭你冇人。唔通 ，OK， 然後我問你講你找我介紹你嚟聽嘛？你找我有聽邊啲學見嘅啦？喂，就嗰時學條冷啲學邊靚嘛？哦，你錄咧？我當然啲不中是人哦。哦，不中。你話講到時學嘅人咧，但係按照你走嗰邊條冷嘢。冇啦，呢時我係覺到得啦。哦，你可以走啊，OK。就斜見咗，一陣晚就頭就櫃頭講，我是學嘅人嘛，我都好易到得變條冷嘢咯。誒，特別我問你會走啊？是特別你定到時係到大漢呢？是到啲邊頂大漢呢？哦，我是啲話嗰啲怡保大漢呢。哦，你可唔可以過嚟講啥？哦，怡保裏邊。哦，到啲怡保誒，OK。咁你會走啊？是你去走啊？介紹你聽是，因為一陣你會曉講福建話數，係咪最介紹你聽？哦，為咗我特間講福建話，講英文嘛。哈。都了，伊講即個 YouTube 啊，有即個講福建話。講幾位嘛？佢了講福建話嘅咧，我咪講 OK 啦，我係參落去咯。哦。啊，即係可能為咗我啲實人我只好講福建話嘛。哦，OK， 好勢。講英文嘛。好勢，歡迎你來這邊。即係你是頭一擺來這邊聽到的啦。你知道是頭一，還是你到 YouTube 已經早幾禮拜你有聽了？冇，我有聽淡薄爾了。After that because 我聽我想講。老人會講話，我未想嚟想，老人會講我做咩事我未講話咧？哦，我係就同我講，你愛 register 咯，所以 OK 啦，我就咪頭先我 register 咯。依個得在個咧 process 咗。嚇！依就係真係識嘅。入房冇嘢聽咧，就入房冇嘢就。依時接嚟聽 replay 是唔是？你伊講伊未講話。嗰時諗白嘢我度得嚟。你覺得都有去 clubhouse 哦？伊講到啲 YouTube， 伊看老人講話了咯。哦，伊部咪喂，你去走啊哈！感謝你，哦，對其實我包隻紅包給你，介紹下呢，夠好啊！你 OK， 所以當今等陣，我看到對面妹女會講幾個事情，到對面妹女即係我會看裝嗰啲嘅，咁我一個人把你個接來人是裝啊，我冇看到。有加轉，哦，有加轉 ，OK。OK 啦，學你學成交成功性咯。你講你幾個數字好玩聽啊？即係垃圾打。哦，我啦。嗯。哦。actually 我係幾個數是真正久嘅啦。嗯。我話有87年嘅事。87，唔是87年整啦嚇，即是1987年嘅事 ，OK。啊，1987年咯。嚇。我是啲，我哋是馬拉哥隊啊。嗯。我車咯。你滑車啊？啊，我滑車。嗯。然後我滑車，7點我哋喺 crew 嗰邊出咯。嗯。
7點我要 grow 出，行到差不多7點30至下暝，evening 咯，伊淡薄暗淡薄咯。So that time 我是看緊即個 Proton Saga 白色。แล้วว่า感覺看到一頂車後尾，頂車是你到底行的啦，車咧行，看到後尾 review mirror 看到係頂車。頂車嚟咯。แล้ว伊對咗我嘅尾話，伊對咗我嘅尾，我是 Proton Saga 吧，伊是 Mercedes 嘛，所以咪 keep left 咯，keep left。可以刮，咪 overtake 伊刮我咯，伊刮了啊，伊嚟我面前喎，伊刮了啊，伊 keep left 伊我面前喎，咧伊 slow down，伊 slow down，伊成只咩 emergency brake 呢？可能是慢慢，伊 slow 伊刮了啊，伊跪伊我面前了啊，咧伊 slow down，伊 slow down 先。話講咯，嗱你shit，你刮我咪刮我咯，你 slow down，你咪行啦。都你是 Mercedes 嘛，我是 Proton Saga 嘛 ，1.3 嘛。所以我就刮伊咯。我接 fourth gear 刮伊咯。刮伊了，伊後尾對我喎。伊後尾對我，伊個對我嘅時候。天嘅屙了咯。所以後尾阿妹個啦，即是天就嚟佢越嚟越屙咯。即係話7點幾呢？7點幾8點呢？知唔知啊？差不多by the time 我拄到伊時候7點半了咯。OK。and then 啊，迄個 highway 啊，逐工是啲車行，all of a sudden 落浪交嘅。但是是風吹咧，但是唔知係咩事啦，加隻落。所以我刮嘅時，แล้ว after that 我刮到伊咧啊，伊就對我咯。伊對我嘅時，我講哎呀，個安尼款啊，唔要緊啊，可以刮咯。我可以刮了，伊個就 slow down 喺我面前喎。超寬。我就 bloody shit 啊！只不過刮伊咯，我只刮伊是啱啱面前啊，有幾隻羊喎？有，有幾隻羊？啲嘅來，啲嘅路走出來喎，有幾隻羊？哎呀，你看安怎？我搭你，我個尾未使啊，而且我搭你，我浪到伊都坎坷，所以我打油。打油啊，浪嘅羊咯，浪嘅羊了啊，啲羊盤掉落邊咯，盤喺掉落邊，我講 bloody shit，伊佢在對我喎，你唔係Mercedes個對咗路個，我掉咗喎，因為這擺個快啲車就冇 beige colour 嘅，甲黃色嘅，這擺咧，我個 slow down 了咯。because 我個驚嗰啲有羊咗走出嚟嘛 slow down。這擺伊刮我嘅時候，我 turn my head 啊 to the right side 啊，bloody shit 伊頭啊，真正大隻喎。看車嘅人啊，哈 ，big black head 喎，伊頭啊真正大喎，啊個 shit。แล้ว我講啊，我就我是 Christian 嘛，我講 Jesus， 耶穌 either this idiot drive ahead far ahead than me or behind me， 講了啊，伊就慢慢加快啊，看佢頭前去啊，佢頭前啊隨便咗了，我講哇，大媽咧，你個愛教我練啊，當今嘛對路咯，我話放機啊，我對咯。你俾佢對啦，看快得咯啦。對咯，一擺
隨別了嘢咯。哦， the time 啊，by the time 對啊，出背點啊暗傻傻了咯。你看到的是哈，拉蒂达，你看到的是伊個頭是人嘅頭大大咧，還是係咪嘅？嗱，是人嘅面咯，還是你冇咩看到？跨別了面，所以你是看到一粒大大粒嘅啦，伊個頭成個大大粒。哦啊，未必是大粒頭啦。我冇了啊，解咯，解咯，阿 John，你是唔是殺人意？冇啊，冇啊，你嚟歸人歸冇了啊，啊，歸冇了啊，歸冇了。哦，OK，誒，等陣 ，before 你 continue 時，你嘅 camera 啊，你看到你 camera 是度，我一邊嘅你使選你頭去中位。啊，對，OK，perfect，你要講就去講，OK，then，แล้วก็冇了，แล้วก็對，冇了啊，冇了就唔要緊咯。即係講，哎呀，唔要緊啦，冇事了咯。一對舊厝啊，我哋聽我大啲 BJ 啦，不打領仔啊嘛，我睡一間厝嘛，睡一間厝，我係冇甲我係後生啲厝內邊嘛，了，伊是甲我講，伊媽的有嚟找我人嘛，咪算媽的攞咯，所以我教我係厝啊，厝個了暗傻傻咯，我想講啊。我係冇困了咯，我係後生都困了咯，因為伊講我係買咗樣咯舊了嘛，所以嚟舊去 get 到嘢啊，我是照着喺落車開我係 get 咯，大門咯，我哋間燒啊，人家大嘢 show 入邊啊 ，over the window 啊，我想講啊，我買咗人攞嚟了咯。所以我開 gate， 曬位車啲機了，冚位 gate， 我咪開門入位厝咯。我入位厝，我叫我波啲房間困，佢位後生。所以我講，你媽都嚟了。佢講冇啊，你媽都冇嚟過啊。阿媽跳，或者你冇理由嘅鬼對話對嚟嘛？所以我就想，我冇教我波講醒咯，會啱名嘛。我就教我講，因為講我掂我長追咯，長追咧出嚟換咯。不過我看住我係買咗攞冇嚟，所以我想嚟就去。冇理由嘅鬼對話對嚟嘛。所以我都唔使交當劍咯。whether 係你鬼嘢對話對嚟，但是我是想要。我開車，我是甲伊講一句呢 ，either you drive far away ahead than me or behind me 啦嘛。無理由伊對我對來厝啊，所以咪想咯，對來厝啊，互我看到伊手哦，伊手都唔是細機啊，這是大機哦。但係你講 left hand 你個 left hand 啊，你看到嘅是 left shoulder。OK，你看到其實就都係看到厝會看到。啲厝內面呢？呢啲厝內面咯。哦，特別你過日咧，過日伊有成個家你阿面嘅厝無，還是特別看到手啊都無事啊。你為咗我是看到伊手，because 我車照到到，可以照到內面厝嘛 ，because when you搞你厝啊，你可以照你面整嘛。所以我看到咯，是講係內面厝啊無開開嘛。所以我車照落去啊，咪看到伊手咯。伊內邊是烏嘛，有條我能照到咪看到伊手咯。伊數得咯，伊數得計。伊就是 ahead of you 咯，到底你處於單了。死翹翹。你講 ahead of you 就是伊對 ahead 啊嘛，你冇處於成教啊，就處於單了如果。就是咯。睇到我哋咧 ，after that 我接橋我教我幫我除我幫嘛，我講。你買得搞啦？伊講冇啦，冇搞啦。伊講結佢自己搞，係咪先？哇！佢 really ahead than me 咯。交當劍啊，交當劍。
我唔知啦。嗯，但是為咗我 next morning 我無教我冇講我拄着這個關於鬼啦。哇，OK，感謝為咗感謝，為咗我是做 sales 嘛嚇，我能做 sales，但是夾鹹對來嘛。嗯，我是講7點喺馬拉哥駕車對來，為咗我係頭家講我未使未使對厝嘅嘛，我應該是啲 hotel 大係嘛，所以我是愛7點過了，甲對我可以看我嘅 receipt， 講我有做工過做甲6點7點過拖啦，伊看到我嘅 receipt， 我是無偷懶啦，就是咁樣講咯。為咗我是徛馬拉哥，應該是大馬拉哥嘛，我無看大馬拉哥我愛對厝嘛。伊是無歡喜對厝啦，所以，你可能過5年咯，去咯啦。That's why 馬拉哥到 KL 啊，是愛要 cross 到即個阿魯加扎，伊 stress 啊，真正垃圾嘅咯。哦，攏冇聽過哦。係啊，但我把學過你就攞啦，但係 never。รู้都冇咩嘢啦。highway 嘛 ，highway 就講那多條。รู้都冇咩嘢，你講。真正垃圾嘅。我同佢 highway 那多條，伊嘛是就是個 short stretch 呢。我 father 大咧 I grow 喺 highway 邊 accident 過。哦。佢我哋人車冰得咧，人幾多刀啊？刀呢啦。哦。我係叫你講，點解你講你係 warehouse 嘅條浪嘛？係條浪地梅嘅。冇了哦，伊人 accident 了哦。嚇。多出嚟救伊人哦。嚟拖車。伊人冇事啦，人冇事啦。你亦多出講，頂禮拜冇到7日嘅對面路死路嚟。哎呦！對面路咩事咧？對嘢哦，人對嘢哦，攞嚟話嘢 staff 度數百嘅話，應該頭嘅。I think 我係出過好耐人，攞嚟我死樣徛喺個口裏，徛咁。為咗我有一道是看到伊頭是互人掠過了啦。喲 shit！所以你是常看到那邊有浪車嚇，這是真正啦。伊 accident 啊，伊 accident 了啊，我人過嘅時候，伊頭是互車鏈掠過了，伊人運帶得了咯。我 Q 啦，我 Q。為咗但是伊 accident 伊噴出來嘛。That's why 係講，我人逐工開車啲 highway 啊，看到人哋款 accident 喺後面看啦，但是咧，哎呀，免看是假啦，咱是。目睭甲呆來看，目睭甲呆來去看。你這邊講買看，特別這邊目睭個咁那閃了看。冇，阿俊，你看我照啊。你看到啲，你看伊搞伊邊咧可以搞到笑者，你講啊？跟住看到個呢個真係。為咗我是做 medical 嘅嘛 ，medical 我逐工有去個 rumah mayat 嘅嘛。哦。你有講話？我做上行嘅。嚇，未必攏上嘅。哦，特別如果做上隻迄個。這個 rumah mayat 係真好做工嘅喎。你未有咩物件嚟到？我是未有30幾年嘛，所以我有 one time 我有標咗做這個rumah mayat 嘛。阿邊你未有咩藥？我是標個 hospital 藥。I mean for example 係咪？我是賣 antibiotic 啊，แล้ว painkiller 啊，我是 GSK 哦，我12年是賣藥，แล้ว after that 我賣 syringe needle，แล้ว我個賣machine，個賣做即係 hospital equipment planning，แล้ว做 machine 是我人標做嗰啲咯。嚇，做咩事都見冇rumah mayat咧？都未。伊私人有藥話咩？
私人啊好啦， ，because 我我做嘅嘅 machine， ，because 你 machine 一成度嘛，哦，所以成班嘅成成度，度是多掉嘅，唔是卡掉嘅嘛。我所以你俾你哦好啦，你 cadaver 嘅 fridge 啦，啊，哦，แล้ว伊人有做 all the cadaver แล้วก็有做咧 environment 嘅嘛。แล้ว我人個有俾伊可以environment 嘅沙嘅了嘛。哦，environment 嘅沙是你講老冠程嘅沙啦，就可以。伊是 environment 是程。伊是講 medical gown 啦，medical gown。所以 medical gown 咧，伊有一條，伊 one line black colour 嘅。伊唔是幾條白嘅，伊有 black colour lines 嘅。伊 black colour line is to allow the static electricity to go through one。哦。伊成個 plastic，但係伊唔是 plastic 咯，伊成個伊 allow，所以伊有 line 啊，但是伊過時啊，伊有 spark 嘅咯。哦。static electricity 嘛。又講為咗咱過時嘛有 negative charges 嘅嘛。因為 negative charges 啊，咱是當時前條山 drop 掉嘅物件了啊，伊有 static electricity 啊，伊咪 spark 咯。所以人唔知時啊，那 shit 有人歸嚟啊。哦，I see，成個人動都就係你睇下。係啦。แล้ว我人為咗我人入去誒摩處理時啊，就有dead body 先係無理有空嘅嘛。所以但是有人看到你 dead body 咧，就我係幾日講人是講Peter。we better pray a bit 話，嗰啲伊家佬講話是安怎㗎？我講你免驚啦，伊人無出聲啦，伊未家佬講話嘅。我講，伊家佬講話咧，你就會俾安排一個了咯。我講。是啊，對啊。我講你免驚嘅，伊人伊人個了 sleep very peacefully 了誒。伊講 Peter，你免你講啦，冷嘅咧。我講你免驚冷嘅，但是淡薄時 still warm 嘅。我一個點答個你個 notice 咯。Because 伊人但是就把你個死了，你係 still warm 嘛，你知？你係 still warm，and then 但是係是講die of cancer 咧變白白咯。accident death 咧，但是伊骹手指啊，伊變邊啊，佢咧個坎坷垮掉咯。even though 啊，你免想講伊人包佢咧好好嚟，伊人無亂人，但是無包好好嚟。先睇做呢。so because 啊，伊人，但是伊上隻dead body 了啊，伊人家無。好係好嚟咯，แล้ว淡薄避數咯，所以講無代志咧就免去rumah mayat咯，但是我人有代志嘛，我人是代志啲做物件，แล้ว伊人叫我是refurbish 嘅rumah mayat 嘛。哦。我人做這行是平常咯，普通咯，但是。有幾日醫生過啊！伊人講：哎呦，你話你加入嚟，我講唔是加唔加啦，得攤位嘛。我一個客人講啊，做 overtime 做到幾點？我講about 10 to 11 o'clock at night。我講我人無 quickly 做了起來啊，跟你個頭家未收你，安怎呢？我成個攞俾 install 嘅事啦，攞俾 install。But then that time 啊，我人 handphone 無安尼長機啦，就講啦 handphone 個長機咧，我嚟翕相出嚟啦。Because we cannot allow, they don't allow us to bring in camera 嘛。because 在我人 just simply take photograph 啊 ，and then do nonsense 嘛。人即我不明，即係是講我傳 message 上面冇估俾接嚟上面，當呢個嘅係你 WhatsApp。我可以拎啊，我係。你係拎嘅即係拎Google Meet 嚟拎啊。你係 Google Meet 拎。已經。
哦，用 Google OK，OK Meet 我個別什麼樣啊？哦，嚇，伊 Clubhouse 伊講伊 try to 來十字個伊個伊本無哈掉 Clubhouse 啊，伊別掉。但係當佢我唔 check 知看攞佢嘅 list 佢 block 啲嗱是講對 accidentally block 啲嚟講，係掉地本好啦，你 unblock 嘢，所以繼續嚟。แล้ว你當今นั้นตั้ง係即 Google Meet 係邊接嚟咯？當今我咪 Google Meet 係邊Google Meet 係邊唔是 Google Meet，即 Clubhouse 係邊我是邊每嘢就是但我聽到咁配講，伊會講係咪物件咁配誒？但係咁配都唔是講正物件，你會講係咪啊？但我較早時你講你會講 something 嘅，我未記啊。你講你會講，等陣，我冇應得做。OK。我到邊啊？等陣我去迄個hang out 嘅時，即係鵝龜，唔是鵝龜，鵝鳥龜鳥龜。鳥龜係啊，小龜啊冇嚟啊，小兩妹，係咗喺呢夾都冇嚟最近啊。哦 no， 我特別 message 啊，叫佢嚟咧。我問我呢，你冇教你朋友講話食菇咧，我咪仲要一嘴。講阿 John 啊，話你掉誒。故事真係好聽。哦，係啦，我就是講故事。我只小兩盧家helicopter 嚟講嘅故事。你頂到是做上崗嘅，是唔是？頂到是做 hotel 嘅，OK，嚟，你有新嘅物件 update 完啊？actually 我 last year 只是 happen 到 Malacca last year OK December， so 我是actively 有拍 game 嘅， so 我有一個 Nintendo Switch 嘅 group 咯， so 我大家都 play game 嘅， so 樣 decide 樣大家都嚟Penang嘛，so this round 樣講我去 Malacca for homestay 咯，then 我嘅 friend 是做 event 嘅嘛， so 伊有 rent 一個 bungalow 做 wedding 啊，反正樣個老是可能啦，所以一個 place 叫做 Villa Istana Tut， 係啦。So for 我 experience， 我特到去 anyway 咧，我特到attract 到物件，我拄到物件，所以我是 prepare 了嘅咯。我 flight 是行 Holy Water 啦 ，pack 下面。喂，我就是問你講 prepare 是係咩意思？你 pack 係咩物件？講下。Holy Water 是係咩意思？Holy Water 是你宗教嘅 church Holy Water， 還是你自己嘅花？temple 啱嘅 ，OK， 你去安怎拖？你解拖嗰 Holy Water 嚟啊？無，我應該我特到掉下啲物件，所以有做水互我嘅，所以我有嚟。你 supply。Unlimited supply。OK。第習慣咯，應該即刻就是我 I will go anywhere， 我倒到 mineral water 倒慣 ，then I will drink on if I do anything。OK。所以第習慣。Then after that travel size。咯。紅江湖 OK 嚇。紅江湖嗰啦嘢 ，then 我不有 before 去時我有 research 咯，我每位 friend 嚇，紅江經啲多咯，多咯俾香啦，咪準備嚇。嚇。Then yang si kong may worry lah because my friend is Muslim but he 진짜 religious so he can help 那麼 OK 咯。then 佢教嘅是伊的叫我 explore。樣仔啦，樣仔路嘅款啦 ，OK。我學我認識，應該我咪嚇掉我朋友嘛。then 我去樓頂行嘅是 because 伊無講開會嘅了，so it's a bit 暗。then 我去樓頂嘅時，伊真係一房間，那伊房間真係大。When you go in 伊個 room 嗬，伊個 room is split into 成個 three rooms 嚟就，伊 first room 伊入去成個是隻meeting area 那款，有 table chair， 有 living room 好多隻。then 你入去伊個 master bedroom 那款，所以伊個 room 嗰啦是成個 master bedroom 嘅。then 伊個 toilet 本真係大間嘅，你入去裏邊，你 first room 咧是成個你mirrors 㗎了 then 伊有 sink 咯，好咯做你 make up 啊 whatever 變起去啊咪 then 伊有 partition 是伊 shower 加伊個 toilet then 個一個 room 到裏邊是 jacuzzi then 伊 jacuzzi 是個兩人坐，所以我嘛去行咯，then 我行嘅時咧我就 feel 到成個物件要殺我落伊樓梯啊，then 我就甲我 friend 講樓頂我袂大。
So yang tapo kala gala tengok then wang tapo we got the room downstairs hello then room downstairs at first quite see okay both feel anything. So okay lo was settle for the night then see as usual what's over holy water ready了I couldn't know then what could separate room what could the living room because why best friend each one yeah son key the son is about 1.5 months old and so it was supposed to share the bed but because he say Hana it could now he 整下拍功夫到 bed 然後呢酸嚟酸去 so we like 不要緊見啦不要緊可以困我困 couch 了 so 我嘛困 couch so 伊是 separate room 嘛 so 我看唔到 in case 我 I play games 阿妹未困我別做嚟啲見啊嘛 so before 我 sleep 嘅時我就 drink a bit then 困咯 then around 2點幾3點 the little boy 一聽起來一好未停一好未停啊我 feel 真係 agitated I don't know why 我真係 agitated then 我 just 講出來我講你忙做來係你見啊阿婆我嘅隻 holy water 我 splash 咯我 just 講出來 then 你講出來時你是心想還是嘴講出來我嘴講嘅但我 quite angry 啦 I don't know why 我 any agitated 我 just 講出來 then after that 一見啊唔好啊一困到對你係講時你講咩話我 just 講 English 啊okay then the next day 我 just continue our trip 去做嘅 so 我去 travel then 我坐 the Malacca 嘅 boat tour then 過時過嗰邊有一個你有特別有坐過一個 mall 嘅嘛你喺個 mall 嗰邊有真係坐喺個出張啊成大喺個 river 嘅嘛嗰邊時我看到嚟真係坐 dark shadow 咯 so 快嗱3本啦即係早起嘅時啊即係早起過啦等於你早起下晡會看到啦你唔係啱啱 for something then on the way back you will go 一個 boat tour you will go to the end of the river then 一登對來嘅時候一物件對來坐船then suddenly 唔是惡嘢呢你看到惡嘢then 我 feel 到真坎坷咯然後我哋入邊我留安尼坐船過 all the time 啦你是唔是掉底要來教我坐一坐你邊嘢還是坐到北位一坐我後背我 feel 到有人啲係超到啲後背夾隻我 shoulder 哦 then my friend 是坐我後背就冇做 anything like that 嘛所以我就所以你講 feel 到坎坷時是上啊你是頭殼痛啊上面你特別你講顯 OK then 我邊特別白咯我 friend 講你有嗌呢感覺冇所以你是顯呀特別你知係一種嘅顯示鬼我你嘅顯是特別像嘅像嘅 OK 所以你講你特別講你感覺到有啲啊你係三部雙係就是一種嘅感覺頭顯係 OK confirm and then if you 把我估 enough then 你看我邊你知啊要試啊知道朋友看出來 say it's like oh you are very out of it and I'm like OK 你看咯我驚我把刀就是話嘟嚕嘅事啊睇睇一邊變起時我驚啊係哎呀買我對啊買做唔晒咯走起 OK 個調你講了我讀轉你我過到對係你摸嘅時咧一落轉我啲成日俾頓棒俾佢摸呢I don't know lah but 我 feel 到只坎坷 like don't disturb me please I'm here on holiday you know then okay 咯 then that night evening yang 要去帶我去don't know 一個位食 seafood ikan bakar then my friends 咁樣帶咗個囡仔本帶咗啦，所以我講攞面對啦，我對起咯，I think 我打包 bag 啦，所以我咪琴日 rush 去長 A 哦 ，cause we have to leave by 7嘛，樣嘅 timetable，但我長 A 時我頭白鏡，當我頭白鏡時咧，我是 blind，I cannot see，睇唔到。你等一半好，我看到物件出現 in front of 我，等頭毛嘅查甫嚟。他是不是看到病嘅，還是成間無清白鏡看到布布？無清白鏡看到布布。Then at that time I'm like shit. The light also be turned on, so I only got half the light from the toilet. So it's quite up. Then what I mean, shit. Oh, then what this like? I'm blind. I'm imagining things. What did I Hong Kong? I'm blind. I imagine things. I'm blind. I imagine things. Then okay, 講嘢 come back to key. To key dinner. After dinner, 對來是阿妹
我到 the other room 試了啲拍機 then 我 friend 到樓頂嘅打包一張 A 出來啊，嗬，伊要去困 then 伊 feel uncomfortable 伊直直 don't know why 伊直直看出去伊 window then 伊 feel 到成個人掩咪， so 伊後尾走落來 then 伊個咪伊走落來是伊無用 the main door knock the main door 因為伊在囡仔困嘛，所以用 the living room 往後尾個一個 door 伊來 but then 伊叫門嘅時候我冇聽到 cause 我聽 headphones then suddenly 伊來 knock the window 我一個後尾咯就伊 knock 咧我個啊嘛撲起，俾我嗬 then suddenly 伊係伊手到 window 咧，我看到一個手呢。Then 我跟我 friend 就斜鏡 ，another friend 我就斜鏡，like what the hell 一個手 suddenly appear。Then after that 講冇是我來，然後開門可以入嘅時，then 伊甲我講哦，伊 feel 真係 uncomfortable。Then my friend 伊可以叫困啊 ，my best friend 可以叫困啊，伊本就來房間，伊坐甲我，伊規暝本無困，伊 just 甲我講，我唔敢困，我本 feel 到成個有物件 today。Then I'm like。真係 weird 咯 ，then 我是問樣，我 just 問樣，你人是唔是感覺看到是一個查某安尼款啲看到你人？我無甲人講我看到 anything，then 樣散嚟個啦啲邊，哈，我直直 imagine 就一個查某誒，直直看到我安尼款。Okay，then I 講 imagine，我人攞嚟 imagine 我未 ，because 樣 describe 物件是 exactly 我看到誒，but 樣是家己 imagine 到安尼款誒。Then the next morning, my friend 甲我講，伊到 makeup， 伊到 toilet 伊做 makeup 嘅時候，伊睇到 mirror 位，係查某鬼徛喺後背。喲！伊啥物人攏看到？你知啥物人是馬來人？哦。Malay 嘛。Then that time also is like 我無困到，我覺得 suddenly that night 未困。Then 我猜本是 the next day 是別對嚟變靚了，所以後尾 backup 啊，對哦。Then my friend 伊大樓頂嘅咧，個一個伊講咧，伊暗暝困嘅時有人直直殺伊車。So that is my recent trip 嘅咯，到 KL。這是幾時？這是那個 December。哦 ，OK。Then directly after that，我對嚟檳城嘅時咧，我到厝。Then this is another incident also happening on the same day。我嘅小妹伊是做一個 vegetarian 嘅 factory， 伊樣是做 food packing 嘅。所以伊嘅 office 伊有看到黑影。所以伊有叫一個網來做 blessing 咯。then 準 that night 暗暝伊幫。你小妹本看到啦？無，我小妹是伊有，但是伊會看到黑影嘅款嘅。So that time 我嘛講 OK 咯 ，I follow you 咯。因為伊暗暝特別短去嘛，伊有鎖匙要開荷爾蒙。那開去時去入邊咧，我就 feel 到有物件 very strong 嘅，不是查某鬼。Then apparently 我 sister 甲我講伊 story 是，伊特別 OT 嘅時咧，伊一人到入邊做 packing 嗬，伊聽到人開門開門嘅，咱一個查某鬼咧，伊會 imitate 伊嘅 boss 嘅聲。哎呀！所以，但是伊一人做工啊吼，伊做，愛聽到人叫伊啊，伊想講是伊無使聽到聲，變起來無人誒。即係咱聽過南西叫南西幫嘅，係你對聲。你講 imitate 聲嘅鬼，講你 hostel 人定定聽 hostel。真係講鬼話聲。對，就怪。超怪啊！伊會 imitate 南西嘅聲到啲 clubhouse。Oh my god！ clubhouse 冇 replay 哦，迄時間拍水。係啦，我冇 replay 過下時，所以伊是 enjoy 就即鳥鬼，伊是拄好南西把你個綁掉，南西你講啦，你我11月 recording 嘅嘛，我講嘅，是3月10月時啦，我綁即個舊嘅 episode replay episode 咯，迄時大抵有30個 member 啲聽呢，冇講就一人特別11點幾可能是12點來嘅，了放到後尾時我較濟時，迄是無 replay 嘛，了我會講放一條歌 as a closing 嘛，揾一個舊嘅 episode 了啊，所以我放 closing 嘅時候，放迄條歌，我要放迄條我真的受傷了，就是迄個張學友迄條歌，了放到後尾是動嘅時候，
因為我迄時我真愛困了，了我講了放狗個了迄個線了嗬，村咁 music 嘅線嗰種咧，了伊買個了我偷個了嘅嚇，了我你看咯，了我就是冚大哦，冚個了佢哋 close 冚咩位去困，了你咁差點媽的，甲我 message 我講，我講我困了，我袂同我困了，差點媽講，頭先我聽到你唱歌嗎？我冇唱歌。我有妹，迄時啲人邊本啲會開，啲人邊講伊聽到本，然後賣清本睇到，賣清伊四本唔係講伊有聽，嗰是冇聽，聽，到平時唔係講，我較早去困爾，安尼講，了tapi 有關係掉，係你 episode 掉嘛掉，係你 episode 就是都講掉，嚇講掉即係有 related 掉。伊講到迄個下集嘛鬼，然後拄好佢是講到迄個鬼是在啲 hostel 嘅南邊咧，誒查某聽到伊台咧聲，誒迄個鬼是迄個鬼是唔是講可能強姦死，something like that 係然後伊強姦了，伊去自殺死嘅隻鬼，嚇，所以拄好迄個南西經就係條歌嚇，本是伊個大足伊個。但係都冇是心情嘅，講下面你講下面容易受傷的女人，唔是，我真的受傷，係我真的受傷了，我只就是條傷了，然後哦 ，OK，sorry，個講啲啦 ，segue 嘅到底去一個按鈕，唔是鳥龜。Then 我 sister 就講咯，伊做工嘅時，suddenly 學樣真濟會家己多個了啦，每會家己冚啊，安尼款咯，所以 that's why 伊甲伊個 boss 講咧，伊 boss 有 feel 到嘅。Then he just 講 because 伊是 rent 合併啦嘛 ，then 佢哋物件是大合併嘅 ，then just let it be 咯 ，like peacefully 啦。But then now 因為我 sister 做工啊，machine 直直歹啦，咧直直聽到聲呢。then turn out 嗬，佢哋查某鬼咧，因為我伊個 boss 甲伊上好了嗬，伊個查某鬼 kind of like fall in love with 伊個 boss。Oh my god！Then because then 伊個 staff 本陣是因為我 sister then 個兩個auntie 你合併做嘅 then he feel 到 you are not good enough for him only I am good enough so that's why 樣做工啊物件袂順啊物件直直歹啦安尼款 so 就會叫一個網來 appease 伊咯 so that night 我對我 sister 去嘅時咧伊 half possess 我 then 我就袂好勢啦所以我就一粒點點咯then 伊望來是伊望阮看到我誒，伊是做 prayers 啦，to appease 佢哋物件誒時咧。then 我就伊直直看到我，伊直直念經咯。then 我直直教佢哋物件講，因為黑啦，我直直上來講我無咩藥啦，我直上來我講，你聽一個經，你聽一個經，伊會help你誒，伊會help你誒，我直直安尼款甲伊講咯。then later on 伊較 let go then 我甲伊 understand why 伊 cling on to me because 伊 suddenly feel 到誒。安尼一個人入來 ，Who are you all？ 安尼款咧，伊驚，伊物件驚。Then 伊想個 use 我 as a shield 啊 ，to protect 伊家己。Then after that 我叫伊聽咧經驗，伊較 calm down 了吼。So 伊是樣袂趕伊走誒 ，because 伊是 stuck 咧了誒。所以伊特別伊做工嘅合併人，伊特別伊個 boss 特別拜咯 ，everyday 特別去拜伊請伊。請係 offering 安尼款互伊咯 ，then 伊家別做亂伊咯。哦，你 process 你是安怎？你別人甲你講安怎？你講話聲㗎是？我是 half process， so it's more like 我無咩藥，then 我面白哦，看得出啦，我面白 like 想 out of it 安尼款 ，then 我 a bit 無力安尼款，到時款掉咯。然後你會本呢？直頭呢？直頭車伊啊 ？Now is still there。still 後邊時間冇咩差啦。So far 是冇 other story 啦，because of pandemic 我伊樣嘅 business 冇呢好，本樣就冚起啊。So I also don't know 伊啲合併安怎有新嘅人哦，我伊安怎我唔知哦。因為我喺我哋 factory 就得咯。Golden Tooth Golden Tooth
Penang 嘅 Golden Tooth 啊 Yes, Penang 嘅 Golden Tooth。啊嘟下面，嘟下面。係啦，嘟佢。 ，start 啲迄個 Sierra，你 ABC 嘅，那是你 Alpha Bravo 嘅。喲，攞嘅好笑呢，你啦，個Sierra 對唔對？伊是 OK，伊 Golden Tooth 伊個樓卡，伊是 second floor shop lot 嘅。Then 伊個樓卡有 Happy Mart 嘅。伊上面是咩 Golden Tooth 啊 ？Golden Tooth。Golden Tooth 甲有 Happy Mart 嘛樓價？是 Happy Mart。冇嘛，Golden Tooth。restaurant 本嘅，正羅嘅。上面沙家興，沙家興。OK，你咪是我咪厝嘅咯。都 triangle 啦，對。那沙家興啦，唔講出嚟啦，老人。我都冇聽你講沙家興，我聽講沙家興佢嗱擺到冇講聽。冇聽到，歹勢。OK。咁我會看喂。OK，那伊個店是多樓頂嘅啦。伊是多樓頂嘅嚇。係啊，阿 John 你哋叫佢夾下妹。我樓下有一間 Korean 嘅，我講我去食，唔是 Korean 台灣嘅食。是向來。嚇，對向來對。附近嘛，隔落一邊兩邊三邊。你講嘅是後背嘅嗬。嚇，後背。苗龜啊，我係使問你一個物件。嚇，你有冇迄個 monk 甲是 pastor 啥物？做咩事伊愛對着你 ，like 做咩事你安尼會 attract 即種物件？即個物件我去找真濟monk 啊，真濟 priest 啊 ，from Thai monk to Chinese monk，哈咪淡薄個來我去過來啦。所以想是講我出世嘅時 already 有安尼款嘅ability 了，所以我。被看目睭，被 block 嘅 anything 嘅 ，because 伊是something related to my past life 嘅伊講。OK，感謝。 No problem。OK，當今我commercial break，嚟啊，毛毛菇。我commercial break 啫，毛毛菇嚟啊 ，so 我咪可能看我接啊， Hello， 毛毛菇。毛毛菇。我接啊，物件可能看，我 food 嚟啊。delivery 我唔知啥物個。John，你 camera 冇開。哦，等陣有。你 camera 冇去。等陣。看無，哦去。未記哇？冇咩？冇，你 Google Meet 冇開啊？有了。當然未喎。Hello， 毛毛菇。OK，Google Meet 人，你特別去 YouTube 看，我唔知做咩事，伊 stream 未喎。我電話啦。冇，等我 try 下我未記開 ，OK。Start virtual camera，OK there，當然梗係看電話下，看電話播一下，我 OK。所以我喺度看我唔知我對 review 就我唔知我啱嘅物件我知。哇哦！未不啦？哇哦！好死咯！哇！但係幾 episode 都有睇知咧。呢是係咩？米糕咧。阿 John， 這是累 lunch 還是累 dinner 啊？冇累breakfast 還是累 lunch 啊 ？Lunch。哦。Looks like 米糕咧。煎內然後 Maggi meal、carrot、celery，即係咩？哦，宮保 chicken。宮保 chicken。然後個哇 vegetable，個炒飯啊，個淡薄炒飯都會得。一個等陣，攞嚟叫我特別一個隻牛，就一個我哋 dipping sauce 呢頭要。哇 ！dipping sauce。OK，嚟到對嚟即係邊金佩咧，你告訴講你想得未？你會應該未？我應該我。嚟講就你誒。我講佢是我只頭刀拄着鬼嘢咯，就是學鬼強姦嘅，我唔知我寫過哦。對，但係咱講學鬼姦嘅事實對。我唔知我有寫過，佢哋是我只頭刀，早一刀我是寫講我弄車時我弄着鬼嘅嘛。迄時是講我知講我看到我咯，但即個學鬼姦嘅學是，我真係是頭一刀看到鬼嘅，然後迄時是阿個。
應該是15歲16歲嘅，可能我袂看車嘅時啊，然後我是參我 parents 去旅行嘅時大學校嘅，係啊，迄間房間嘅，迄陣咩？我去到迄個學校嘅時候，其實頭一道入去學校嘅時候，你踏入去房間，迄個房間就真正無對片啊，你知？因為哈，就係踏入去房間咧，吼，伊甲不會出水，就是講伊規間房間濕呀，是，唔是濕，是真嘅是寫鹽水，種嘅水，你知？你踏落去一邊嘅水嘅，然後浮起，伊有水然後起來嘅，你知？你濕是講你踏一啖啖了嘛？對，特別伊這個是踏落去有起來，哈，對，伊接觸嘅水然後起來嘅，你知？所以我行到內面嘅淡薄吼，伊門窗邊頂有倒頂哦。伊門窗頂倒巴嚟，安尼款咧，所以我就知講這間房間是無對片嘅房間，因為根本唔是互人住嘅房間。maybe 特擺入水，所以倒頂就俾下去面窗對面。伊都是伊特擺入水嘅房間，啊無就是這間房間是袂使睡人嘅。你就係用學校有安尼款嘅房間嘅嘛，多一間是袂使睡人嘅，就要放掉嘅。然後我就老實講，這房間無對片啊，就慢慢。卡掉去 receptionist 邊去甲伊講，我講這個房間我無愛咯，假是攏會使叫人去來看這個房間者安尼款咯。然後伊迄邊都有人去來看，就甲我講哦 ，OK，sorry， 我互人毋對房間，反正都落去倒對，你互人第二間房間哦。But 去到第二間房間時，迄個心情已經是無咩好勢啦。because 你頭一間房間你入去，你就啦曬只刺耳只怪怪安尼款啊嘛，你變到你係你木已經無甲了去啊，你就，嗱，到暗暝時咧，到暗暝時，我是甲我小妹咧是兩人咧，因為我逐擺去旅行，我有誠濟 pocket money 嘅，所以我攞叫咧吼，我就是去裝只破格啦。逐擺雷開甲了，我甲對房間嘅女就，然後對個房間嘅時就已經真正晏，我小妹就講伊愛困，我就甲伊講莫困先啦，人看戲下面嚟看咯。然後迄時砸laptop去吼，個夾帶咯去開個鬼戲來看，大學底個開鬼戲來看，我小妹就講你莫小小。你幾歲啊？你幾歲寫時？15、16歲呢？迄時15、16啊，真係年正啊。然後伊就講：你莫做啊，迄個工課啦。我講 OK 啦，你莫看不要緊啦，我看一下就好。其實我本真驚，特別真正神嘛，無物件做啲房間下面本無攤啲圖啊，那款。然後就 skip 掉看那款咯。後尾時吼愛困了，我發到本對來啊咯。然後發到講：我莫困啊，你暗啊亂㗎啦。我講：哦 OK 咯，然後就冚開困咯就。我困嗰時候。我無咩會困啊！我成垃圾即個房間就無咩對片嘅，可能就垃圾無爽，直直有人看了路我哋看啊。然後你就會困落去呢吼，你 feel 到一個人踏了路面頂嘅咧看哦。你開目睭嘅時候，嗰個人都無去嘅。你成日直直感覺講係人啲邊啊，直直上條路啊看哦。我時我甲我家己講吼，我莫想呢濟。我困落掉啊！我知道我困落去嘅時候，我是成日做夢嘅款吼，我看迄個人啊是偷褲嘅咧，是啊，我成日準備要強姦嘅，可是偷條褲嘅嗰種。然後我袂講哦，我無在條講，我無講我安怎頂當本，我本袂出聲係一種，我成日互伊帶掉，然後我還沒本袂講了，然後真緊張哦。真緊張啊！尾時你敢若會看到伊做了你物件甲了爾咯，你做了迄物件甲了吼，伊一下起來時啊，我就頭起來喘，真正喘迄一種嗰種。然後我就甲我爸講，我講爸，我不敢睡啊，我不敢睡啊。伊講你做乜？我講我不敢睡。伊講唉，你不要想這樣多，睡覺。伊就肯講嘛，你咪講 OK 咯，我過來困落對哦。我知道我困落去吼，另外一個人嘅事哦，做想嘅物件。誒，等我未錄。但媽，我哋都未都看喺大機哦，真衰啊！我唔知啦，迄時我未曉個 OK， 我看到安尼我都驚死，迄時未曉起曉咯。迄時未曉起曉個。但我未錄，你看到伊是，你看到伊是成個路嘅 perspective 係啥物？而且你看到伊成個 as a third person，但係講你看到伊。是伫我面頂啦。你看到成個路，目睭看到迄個啦，但係然後伊來條頭殼面嗰時，
還是你只驚啦？確實都冇嘢啲。所以落嚟嘅時，你是看到一邊咯呢？有看到誒。哦，但所以你在講是無上人。我看到伊誒，哈，我看到伊，特別我未叮當，我未懂，還沒本未。哦，你特別唔捌嘅人啦，你實唔捌看過嘅人啊？唔捌。係咪會聲？迄時我看伊嘅款下，我迄時我十幾歲，我看伊嘅款應該是30出歲安尼款嘅啦。OK。冇講真正老，特別要大漢嗰啲就係謝。大我真謝迄一種嘅咯，大我真謝迄一種嘅咯。所以伊一下起來呢，吼，我就是，哇，我會喘氣啊嘛，叫我爸甲我講你困嘛，叫我困落堆嘛。然後我個仔 try 困落堆嘅時候，我看到第二叫人做上嘅物件落來咗，特別第二叫人伊要落來時，伊看邊啊，笑一下咗咗。你明唔明？成日伊甲另外一個人愛講的安尼款嘅，即係你伊甲頭殼落來咗咗，特別即叫落來吼是50幾歲嘅翁哥哦，我真正驚哦！我看到我真正驚啊！迄一刀頭一刀我已經真正驚，第二刀我更加驚哦。然後我 try 個再 try 要盡量安尼款，我就是賣開落來咗，我腳個未塌，伊還沒本未過人寫定義安尼款咯。我真係是開了目睭看了伊做了。真的是看到伊做我那款呀，搞伊做甲了啊吼！我頭甲我爸講，爸起來啊，我咪困了，你帶我去卡先咯。其實我無限接過，你就特別。跟嘟啊，跟嘟啊，跟嘟啥物？跟嘟嚟啊！啊，對。幫配。跟嘟啥物？這是新交界門嘅問題嚟，跟嘟啥物？咁配了你小妹咧，你小妹是有夾你白白佢咯。哦，伊只失敗，伊失敗。哦。伊無安尼應請，所以我甲我爸講，我講你帶我落去卡先咯，我無路，我真正驚，你帶我落去，因為我本唔敢家己一人坐你票，通常我家己敢一人坐，我拄着兩腳上安尼款嘅工課嘅物件，我唔敢，我就甲我爸講，你帶我落去。伊講蝦米事你到底？我講你帶我落去先，等我對甲北海時，我甲你講蝦米事。我真正相信講吼，你拄着蝦物件，你講迄個物件會更加活路嘅，你知？咁我就甲伊講，我無路，我袂甲你講，你帶我落去找媽咪就對啊。因為我媽咪吼去甲平時免困嘅，伊是一頭會使14點鐘、18點鐘免困嘅一種。有影伊家是都是14點鐘嘅嘛？是嚇對。嚇。所以咁配我不明咯。就你去，你安尼款看到伊時啊 ，of course 你感覺到可能強姦嘅係一種感覺，就驚就就侵犯係一種即係 invasive 係一種感覺。你有感覺到驚跳咧？你感覺到伊嘅 feeling 哦。冇。OK， so feeling 冇。所以你特別你係一種 emotion 時候，可能侵犯嘅感覺有啦。嚇對。OK。你無 feeling 嘅。你講你少年個。嚇，我未有曉過啦，迄時所以未必我無 feeling 咯。特別係你感覺是真正驚啊 ，because 你要假設你完全唔捌嘅人做啊，可能事你就你唔捌做過個嘛，係先。冇啦，好似想噶啦，你本是你若是講你要你落曉本好啦，可能強姦是無上尷尬嘛，曉嘅人本會驚，本會聽嘅嘛。可能啦，但我迄時是十幾歲，我真係是唔知。我近來是頭鐵 rubber 嘅類整嘅時候。頭鐵 rubber 是11歲呢。啊，23年整嘅數啦啊。23年後啦，10個6歲啊時。OK，你講你去隨你媽你安怎？嚇，隨我媽，我媽問我係咪數到半暝咪困？我講房間無咩好勢，我未困。你阿媽看了我隻兒子，伊講你講嘅時候，我講我人嘅房間無咩好勢，我未困。伊講 OK，我知啊，你坐啲邊啊咪亂。我伊知咧，你媽知有可能，有可能看到嘅都。伊未看到，特別伊未俾我講一句話。嚇！伊並俾我講一句話，就嚟咯。幹嘛？我繼續咧水。我講佢有勁嘅。你真係鬼吹上面。我未รู้所以繼續直落啦。哦，係，我就問佢個大句名 ，OK。你有時普通是 plan 咧啦，會 check out 咧啦，你唔是講？嚇對。OK。本地就俾 check out 咧。
我上部咩佢講都甲我講過這個數。我真係冇聽過。真冇聽過。過。แล้วลูกกี่時個有對住有教你爸爸講呢？哎呀，我未記起啦，你而家數類嘛，插小佬呢隻。你知啦，爸爸是很識的嘛，對，爸爸是人哋很識的，特別是去嗰邊嘅爸爸就是人哋很識的，究竟伊數類點樣啊？伊係咪別日本無食本唔要緊，係咪本唔要緊呢？所以本無去梅魯啊咯。伊今日講都是紅線賣群啊，你看咗咯。因為都改講我就喊啦，再啦呀，我輸錢的啦，不要再講啦。嚇掉！不要再講啦。這有冇通啊？沒有通就不用講了咯。冇啦。咩？聽到有人困嘅聲誒？嚇，得嘞。confirm 唔少啊。咱 clubhouse 正是沒有隔了嘅喎。點咩喺邊搞？真係我先是唔是毛毛菇？誒，即係毛毛菇，冇毛毛菇秒掉。Maybe 冇，有咩？我冇聽到，嗰人秒啊！我冇聽到。有啊！不得人聽到對。三六三搞啊！我秒是講我冇困。我係搞冇多一邊，我係搞走去除。我冇聽到喎，我冇聽到喎，佢哋聲。誒，我想到最少啊。OK，然後到底去你今時啊，咁配，我一定都冇夠人講過，或者我未記啦。然後個有到底 Google Meet 入邊嗬 ，Google Meet 入邊個有幾多 can 是有一 can 四人是住嚟四人。一嚟佢觀察咧，我就係呢個咪是哎呀住咯。特別我未記名啊。睇到邊。哦，江湖鏡。哦，江湖鏡。OK，江湖鏡。我特別未記嘅名喎。江湖鏡嚇。伊名上書本了坎坷會記。江湖鏡。阿 John 佢只未記江湖鏡。是啦，你冇人講，我冇你。特別變，我係智能嘅變嘛，所以我冇看到你小英特別話，咁唔是隻狗嘅喎，特別話喎，你小英。是啦，但到時出嚟啦，因為我開 video， 我見人就叻嘅數。誒，你阿咪先，你告訴人講。你是你名啦嘛？阿叻。嚇，有啦，特別別人嘅故事嚟，聽啲呢。嚇，你講下。actually 我是即個 Apple 吧，如果拄我一個 friend，然後有講起即個物件咯，then 我suddenly 有問伊去哦，問佢講伊古早伊大厝啊，伊細厝細漢嘅時有蝦米 story 嘅話呢？我無講蝦米 story 呢，伊家己講出來我就有，來我甲你講，然後有講起哦，伊講伊細漢嘅時伊大佇迄個厝內啦哈，伊是 landed 嘅厝內，佇即個檳榔嘅位，特別我一路當嘅位嘅，然後伊講伊嘅 parents 古早細迄邊哦。所以伊講伊古早細漢嘅時候，啊個9歲10歲那款嘅時哩，伊講伊會看到嘅，伊看到這物件。所以伊 share story 就是講頭一個 story 咧，就是伊講伊嘅厝是 double story 嘅，2層樓嘅。然後伊有陣時哦，伊阿妹啥講伊落來有陣時去即個 kitchen 啊，去夾水啉啊，還是講夾水啉啊，愛去 toilet 嘅時候，伊講伊細漢嘅時咧，伊毋知蝦米來，特別伊知講迄個毋是人嚟，嚇！伊講伊會去 toilet 咧哦，了出來時，伊會看到一個大人嘅烏影，大人嘅一隻一個 shape 咁樣啦，一個人會徛佇伊嘅 toilet 外口，that means 伊每一隻會開起來呢哦，徛了頭前嘅。伊講一個烏影，特別伊知是一個人嘅烏影，嚇！伊講伊有看過幾道，然後伊知講迄個毋是人嘅，特別伊個袂曉驚，因為伊有看過幾若道啊嘛，嚇！然後伊有甲伊媽講哦，然後伊甲伊媽講咧哦，伊樣就大刀甲伊講無啦，你愛困啊，你暗暝時應該是你愛困，然後無物件，大刀安尼款甲伊講話，然後就無事咯。過了嘅幾年，伊個搬厝，然後伊講伊搬厝了，出嚟就真好笑啊！伊講伊本是搬對去
厝的位大啦。I mean 是 landed 啦 ，landed 的厝大。所以講呢伊一搬入去大嘅時候，頭嘅時候，伊達到條命啦，伊嘛達到命嘅講，伊嘛達到命講，你用袋率咧你會記冚啦，做咩事達到用咗袋率未記冚開咋？你伊就奇怪，伊想伊講我用咗袋率，我達到但係有冚開咋？運昂，所以有一道嘅事，嚇，條運昂搞個解啊，了有一道嘅時候，一條地去用袋咧伊冚開啊，伊叫伊媽來看啦，了嗱，你看下，開我冚了哈，了伊人就驚走咯，過一幾日子伊媽入去kitchen嘅時候，佢再看到伊可以開咗對啦，裡面是伊可以按了啦，所以伊媽個仔講原來是伊無講騙話，伊是真是有冚開，是講可能伊厝有物件愛運往伊啊，是愛佚佗伊啊。然後就好笑就是伊媽係去甲伊講啊，哇！將你 music 大聲哦，嚇？有咩 music 大聲哦，係啦。冇啊，就普通嘅。當佢大聲，我隨便聽到。我聽到細聲本哦。鬼嚟做人路咧，忘記聽咗就正常嘅，就聲聲。你紅響大聲係啥物？係咪 music？鬼 music 啊？是煮來煮大聲哦。我是上聲嘅喎。我人上聲，我 Clubhouse maybe 是 Google Meet 嘅問題。迄個拉啲達，我看到伊，我佢驚啊。OK，你 continue，當然 OK 啊喂。OK 啊。OK 啊。啊了，真好笑就是呢伊嘛叫伊入來 kitchen， 啊無迄個 toilet 嚟，伊嘛講，我甲你講哈，你甲伊人講哈，叫伊人莫插亂你哈，甲伊人講，你冚開啊，就唔通開落對啊，然後伊真是大聲講啦，你人莫插亂我哈，因為囡仔嘛，你人莫插亂我哈，我冚開啊，你人唔通開落對啊，然後伊真是安尼講嘅貴啊，迄節啦。真是無了，這是無發生嘅。哦，你舊大隻都無發生嘅。嚇，安尼看咯。了，即間上嘅厝啦，係即間第二間啊，即間上嘅厝講伊會有冚咗開嘅。伊講伊有一日咧，伊佇聽嘅位，伊做了 homework。了，伊講伊做到一半，伊一人啦，伊做到一半嘅時候，伊講伊感覺到係成個有一個人。啥有一個物件，啥個過伊後尾啦，啥真緊，啥人夾物件，啥夾一個物件，安尼過真緊，因為嚇，伊講伊感覺到啥後尾有人安尼啥衝了，去緊夾物件衝出去厝安尼款啦。然後伊都唔知是蝦米來，然後伊 happen 幾拿刀安尼款啦。然後有一日嘅時候，伊講伊都看目睭，伊 try to imagine 看蝦米來，伊講伊會買。伊買內邊啦，伊會看到成個一個少年大波衝入厝，然後夾成個一個伊物件，然後就走出去伊厝外口咋，伊買內邊伊看到安尼款物件，然後伊就無講咯，伊蝦米物件無甲伊嘛講 ，until 一日嘅時候，伊嘅隔壁嘅auntie問伊嘛。講你即間厝大 OK 哦，因為人講OK 咯，蝦米事啊？然後伊隔壁就甲伊講有蝦米奇怪物件啊發生啊，還是有蝦米成日講刺激嘅物件啦。伊嘛講伊嘛咪講嘛，頭伊講無啊，無蝦米物件。頭一計你冇講緊啲呢，每晚你咪驚，我驚。嚇，了誒伊呢要家己甲伊媽講啦，了伊本有啲咯，伊嘅呢要甲伊媽講嘅即間厝嘅古早有一個少年囝大嘅，伊 family 啦，伊少年囝long bike 死去，了嘅伊個 time 啦，伊就家己想到伊講我看目睭古早我看到原來是迄個少年囝嚟，that means 伊嘅迄個少年囝係relieve 迄個 moment 啊，講。伊走入去厝，緊緊夾迄個伊物件是 helmet 嚇，因為伊個 mind 內面伊會 feel 到講啥一個人走去厝，
呀，他们那走到等于出来出，但面成日撞掉自己咧，嚇。對，so from then on，伊知講哦，原來伊會 feel 到安尼講啲物件嚇，安尼講咯。Then later on，過咗10幾20年啦嚇，了伊家慢慢無安尼講嘅即個 gift 咯。如果是相信出來嘛 ，I wonder if 係一個囡仔開琴嘅，伊在經會。有可能咯，有可能maybe 係 playful 呢嚇，因為可能伊囡仔本時可能是10幾20歲嘛，了伊個 time 應該是一個11、12歲嘛，嚇，了應該是離開無講真正大啦，可能離開5、6歲安尼款樣啦，因為伊囡仔應該是本時10幾20歲安尼款正少年嘅，要浪車死嘅，嚇，所以有可能是像嘅咯，嚇，安尼款咯，所以嚇，伊冇搞 share 呢，但係 Apple 嘅事。哇！哇 fresh 嘅歌數，即係快都出攞咗。嚇！我 interview 伊嘛。好到好個錄音嚇，佢係起來 report 啫。嚇！大明準。係你Clubhouse 邊？Clubhouse 是住啊？拜清。Clubhouse 是唔是 Clubhouse， 唔是 Google Meet 嗰邊。哦。我覺得邊 activity，等陣，我妹幾日咧，我唔捌嘅人嘅名是，迄個話 Cristanto 是住 ，Cristanto 出聲啊 ，Cristanto 介紹即係韓嘅人嘅名嘅。我以前去台灣你巴比島嚟嘛，哦。哦，是巴比島嚟嚇。誒，冇曉喎，真冇曉。講成下斯人走去。哦，maybe 第一面點解入嚟 accidentally？OK，白見。誒，毛蘑菇平常時食少係攰嘅。係呢，毛蘑菇都係攰呢，毛蘑菇嚟出聲啫。攰係計招呢。來喎，嚟 report 嚟。report 啲。自己朋友 member 嘅劍湖。大陸亦都是講邊啲學嘅啊？邊啲學嘅嚇，咩劍湖？應該是安尼名應該是是，上個是印度巴嚟。哦，是啊。你睇到講話，我講有一個劍湖印度巴，先係劍湖啊，劍湖我唔知。唔知喎 ，OK， 呢個是安尼款，我做一拜，其實拜幾啊，last Saturday，我冇去食物件，然後我去幾點啊？那是9點半，我10點來了。啲 Gurney Drive 嗰邊有一間eat all you can 啦，無飛本啦。特別伊是較便宜嘅是佢一種shabu shabu嘅，然後我食了真抓，然後我冇出來，我較偏白白去，然後冇出來過好濟哦。我講我係走去行本啦，然後別但係我平時人家都買走過，然後我冇出來過好濟，啲講 Gurney Drive 邊啊，唔是有迄個好多濟咩？會記哦，講講當對面食榴蓮呢，有腳墩呢。呢個啲海基餅嘅是對面餅，海基餅 ，OK。So why 個別店咧，你所以是都好啲 Evergreen 頭前Evergreen 嗰邊啊。แล้วว่าตัวแกก็ตัวบินอแล้วว่าแกอากาศจิตจัดละ差唔多ไอเก่าเกินนี้โฮเทล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ว่าก็講ไอ้เด็ก講冇啦舊大節先講เรา買單咁แล้วเราก็幾早食แล้วไอ้เด็กก็โอเคเราว่าปักกิ่งเรา決定เรา對面搞ว่าตัวแต่เจ้าที่จะสอนหนูเนาะแล้วก็หาเขาอีกโอเคโอเคอ่ะชื่อแต่ว่าสิบบุญเดแล้วหมอแกแล้วไอ้เด็กหมอเจ็บปังว่าเรา去北京แล้วหมอเจ้าที่แต่สอนหนูเนี่ยที่การ講係先咯 so 其實แก係有兩人2+1即是講2個adult加一個囡仔行來喺毛毛菇我就掉錯咗แล้ว住來我先入邊啲時候我冇講 hello 啊你看咯 hello แล้วไอ้เด็กสุดๆ行過來แล้ว伊講邊啲福建的朋友是啊我說我不知道แล้ว伊本 hello 咧吼伊就行登 back 啦就行 towards 迄個北迄個右邊嗰邊位 OK on the way 行咯แล้ว我冇ไอ้เด็ก講你不要問人家說
乜每講人係咪咩那無理。你是坐車哦，你是坐車還是行了 ？OK， 你坐了單啊 ？OK OK。啊，坐了單誒嚟嚟，แล้วอีหมูอีเซ่ให้กับว่าแล้วเดี๋ยวพุ่งเป็นเจ้าเดี๋ยวกินแกงอยู่ย่านอเป็นหลังสันนอ2+1แล้วอะไรตัวหมูอยู่ว่าก็หมูน่ะจู่ๆว่าลูกสี่ให้มีความเนี่ยตัวเป็นหน้าหอกแกนแล้วเป็นอะไรก็ว่าสิแกมหูแล้วก็จะว่าแกมหูกองแล้วสิว่าที่เราจะกินได้สิจบแค่ละแล้วว่าตัวกาอะไรก็อันจ้อยอะไรบุกาสีอีกินน้า剛做開下做開啦แล้วว่าเหมือนอะไรก็安怎么有他的小孩子这么凶啊？哪里有小孩子？Alex 看到幾人？Alex 看到哪個人呀？Oh my god！ 是。一大 clubhouse， 一大 clubhouse。嚟啊！劍湖嚟啊！劍湖，OK 嚟啊！劍湖是唔是你嚟劍湖？一下 WTF 一下。劍湖是唔是你？我以前看你都坐緊啦係啊！咪好啊！呀！你見到少年呀？就是 Alex 講我咁冇可能我啲後生咧印度話嚟喎，你乜都對咯。我舊位你乜個時候都你講迄邊是真啊，義理嘅地會嚟。嚟！哇！這人好，這人是，我而家人是 converging， 人那邊 Google Meet 參 Clubhouse 參到就係個數接掉嚟。伊講到劍湖嘅時候，劍湖而家就起來到啲 Clubhouse 咁樣講晒哦。所以劍湖你是講安怎？你講話睇你旁邊嘅個數，你其實看到安怎下講啫？我把你心跳咗咩？刺激！嚟講就係講我聽。我食了木格達咯，一定我食了木格達嘛嚇。木格達係咩事？我唔知你講木格達係咩嚟？木格達係泰嘅steamboat嚟講啊 BBQ。OK， 伊當然是 grill 咧，一定有湯，甚至浪膠有湯嘅啫。OK。BBQ steamboat buffet。嚇，了你講，我老是會係食本。我到去邊食。然後政府就看到，你到底喺你木格達就看到伊係啊？冇喎，我是食了嚇，我貴羅對去車嘛，我都貴羅都行貴價了嗬，你看到我個坐到一邊個 Alex 食了，如果本地我無一人落傾講了話，等我就無甲人講話，等貴後我就變到最嚟甲人講我貴人看了咯。哦，我就走啊！我就驚對啊！我冇垃圾。哦，所以 OK， 所以你是感覺到有一個囡仔在邊，แล้ว你是特別一直行來 feel 到 ，because 講你 feel 到成個係咪人來，你感覺到伊個 presence 在嗰邊，你是樣特別出聲，你個會知伊個大人是細漢嚟看了。冇啦，有迄個。行我行嘛，你 feel 到你感覺到啦 ，OK。嚇，伊 approach 我時我就講，掛條路呢，就是你 approach 我時我就講，兩人冇白白行是唔是？我家己心就未啲想了。你家己 imagine 講，伊就是攞嚟一個大波一個查某加一個囡仔。Yes。然後我就是問 Alex 時，那 Alex 講沒有啊，兩個男的。好笑。唔理啊喂！政府調白表，琴日去買劍湖。唔係啦，佢帶劍湖。冇事。原來以前湖邊劍湖嘢。帶劍湖，還是帶劍啊？我中意看咱邊學.com 啊，我去 search 咗，咱是冇劍湖嘅。哦。咱是今日有一個咪巴拉煎配劍湖，有一個人喺人裏面。毛毛菇啊，你聽會出？湖驚木。一個大波，加是一個查某，伊講做開啦，我哋是，你聽會出咯。查某囡仔聲。哎呀！哇！好聽咯。政府，今日困時看有囡仔幫你卡，是聽到聲到你耳邊。
哥哥，哥哥，咁我玩啊！佢講愛講福建話嘅。哦，哈，你就聽到嘅時候，你講哥哥跟我玩嘅，講福建話，啊講福建話。你嚟邊呢就講福建話。邊啲嘢見得有講福建話嗬？喺度爬啊！古早有人講，唔知我未記住，有一個 episode 講過嘛，一句即個過年為交杯杯為。對，我把你咪 bring up 呢，我把你咪 bring up 呢。看到內查波。對，清掉你baju kebaya 哈。呢咪是加工嘅咩？你講數？係都是加工，還是南西？不，南西看掉，南西一講咧講是南西看掉。加工講掉加工講數啦，嗱，OK， 我奇怪，呢時我頭一擺嗬，我冇幾層講南西，你確定得啦冇個白南西時，我唔是講一隻出來就是神婆嘅嘛，一隻出來一直嚟聽人講幾個數，因為冇想到嗰樣呢，他一刀嗬，一講係你 episode 呢時候我想到講 ，Oh my god，this one 冇簡單咧 ，because 一講。咁啊，唔是，加工啲講掉，伊起來時，伊家己講，把住古龍是伊講嘅，伊冇你唔知講咩食，係咪？伊講咩？硬係咪？你講哇！伊講係咪好啊？有隻 detail， 伊講隻 detail 係是，伊阿未講過咋，加工阿未講出來過物件。伊是講啊，情乜咪？我哋攞嚟學哪十波上面，情把住古龍上面講嘅嚇。啊，我會記啊，咯。嚇。伊家己腦裏面，伊成想到嘅。講緊一半了，南西猜掉，講伊特別講係咪？對，伊唔是講猜掉，每一頭講嚇，伊呢，伊補充講the detail，伊家己 fill in the detail without 加工講係咪個？所以我就有時啊。哦，所以南西會 read 掉，伊會頭加工。伊 image 出到啲南西嘅頭裏面。哈 ，OK， 所以一刀起是我會見南西，但所以啊，就無用嘅南西起來時。迄個唔是啊，迄個唔是頭一刀嚟咋，迄個是第二刀咧。你頭一刀嘅故事是，你條車驚是另外一個故事嚟，比迄個情迄個曬攞嚟查某較早一個 episode 咧。我係叫一刀嘅是講佢哋伊加工做厝嘅是有一大水嘅，伊湯伊厝頂都沒有一大水嘅，是唔是咧？睇是頭一個啊，唔是迄個，唔是迄個，個別個，是啦，有個，伊第明顯嘅，當你講起來嘅，迄個故事是講有一間厝是較糖嘅，係咯，卡車店嘅，係咯，卡車店上面我未記啊，卡車店。卡車店，伊講伊厝外口是唔知青色嘅，哪種嘅色就愛得青甲黃啦，係咯，男仔講冇啦是黃色嘅，係咯講冇啦，伊家己厝嘅咪講青色，係咯，伊講。我未記啊！伊講咧講是個，伊家己，迄個人家己就青驚講，對，南西你講到我紅飲時候，佢講古早迄個厝阿未漆青色，正是黃色嘅。哦，杜巴力，我就講攞嚟食杜巴力對。你是看到青色啦，就 OK。青色。哦，特別講故事嘅人講到嘅是 after repainted 嘅色嚟嘅。係啦，南西講嘅是 before。repainting 嘅事，你就莫幾長嘅，你可能冇揾嘅事㗎。係咯，就你估佢哪嚟了？估住你是只講嘅客家話嘅故事嘅。係咯，本時南西講，你佢隻牛咬，南西知道 describe 出嚟。喲，但所以南西係定住你白定佢之嚟，就是能夠日逼南西咁。我看到佢個 video， 我唔伊係看到就看到，未看到就未看到。冇咯，係加工嘛？是你話咱咪錄個8年本呢？咱都唔是講就識個加工嘛？嚇，加工本身咱咪。嗰加工烤嘛，一刀。係咪是講烤嚟？白咗啖啖，白咗啖啖。如果伊叫男仔講，咪講。而家又係一上期，其實話極閃嘛。哦，其實話冇嘢係嘛？哦，咁不咗嚇，最叫啊，更好驚嚇。更好驚，仲啊，頂住我有聽到一個 episode 啊，你有講起講你有一個係咪啊？你係家己人啊？古早有一間賣古董嘅，仲啊，我問你啊，你係迄個人啊，迄個家己人講開一個店嘅，伊是唔是伊厝？唔知當今佢有啦，伊厝是唔是啲布老啲故事？唔是，
唔是啊，OK， 因為我只聽起嘅時候，因為我有一個家己人嘅，本是開高檔店，別我迄邊嘅咋，了，伊是大埔落地區所伊特登做夢啊，特登做夢啊。哦，伊大久啊，大久才食久啊，當今無搬走啊，特別伊到底講國那邊食久，我人攞厝，我厝後背妹就是伊人嘅後背妹啊，後背妹都後背妹，你無想嚟講可能set 蛋呢 ，very set 蛋蛋呢啊，嚇，伊人食食食嚇嘅，大波你是講大波大波嚇，伊嘅。食食要豬肉件啊！唔知啲冇啦，頂我定有豬肉件。冇啊，冇豬肉件啦。要內 daughter 食啊？對喎，要內就我一個後生。咦？唔知，人唔知是唔是 far related？喲，可真係。誒，特別你是 related to 你生蛋呢，還是 related to 你姨媽外姨？伊嘅這個 owner 嘅 mother 哦。是我嘅 father 嘅 auntie 啊，有可能咯，有可能 because 伊人嘅生理是真大嘛，有可能嘅 ，Oh my God，because 講聽，伊嘅特別係唔是啦，人是 maybe far related cousin 啊，有可能嘅，伊是安尼，我人我嘅店啦，我嘅店嘅店，伊後尾家己接手起來 ，before 伊家己接手起來是伊人嘅伊爸嘅店嘅。所以伊個爸 originally 是伊爸 own 嘅咯，所以伊個爸 own 咧，伊個兄弟啊，咪因為高檔淡薄啦，成個事，特別後尾是人家己買起來，伊個了成年起來。哦，OK。誒，你係你們是食蛋嘅啊？你佢係你們是食蛋嘅 ？If I'm not mistaken 啦。哦，哇！所以我講，我就是聽，我想唔通我甲阿 John 是 far related 嘅 family member。有可能嘅，有可能，邊個嘅事呢？嗱，邊個嘅事 ？Hello，有，你邊他說話，他就話啫，幫你判掉啊！幫住佢判掉。幫住講話屙尿彈到啊！就是講有千淡薄啦嚇，幫住唔判掉淡薄。OK，你啊我不講未到呢個，但嗰個白蘭博唱龜告訴我就係會講掉佢，到嚟 Clubhouse 還是 Google Meet 嘅。梗係估冇聽到helicopter 啊，我話你講咧，要等 helicopter，唔要緊，咱伊代表佢哋龜鳥龜。我哋哋叫鵝鳥，叮當諗笑就係鵝鳥嘅嘛。我哋哋叫我等我 message helicopter 解講龍意思。OK。Hello，了阿龍冇 sorry 啊咩嚇 ？After 過嚟 Korea， 冇 happening 嘅。過嚟 Korea 冇咯，我嘅線又我冇拄到嗬。actually 我我唔捌拄到 anything。特別我講講食物件啦，我唔知係咩事啦，我嗰啲男仔食我隻啦，我有食物件啦，我厝咧個龍華證咧，就是我灶卡啦，我灶卡就火嘅嘛，一排火頂邊。แล้วว่าปังเก่งปูจิพาคุยจิเป็นไก่โซ่แล้วว่าจะเก่งกูจิพาคุย咯โซ่連續接咗就เก่ง就卡ปังเก่ง3พาคุย咯當時我困嘅話啦我是คุย到就เก่งคุยแล้ว就卡คุยคำเดียวปังเก่งคุยเป็นคำเดียวโซ่ว่า困แล้ว特別我厝ปู就冇คุย嘛嘅ว่าคุย我看到就เก่งคุย咯แล้ว冇插白嘅啦คุย啦แล้ว呢個我同你講突到啦有一個真奇怪嘅事啦我接落嚟冇講出嚟給人聽而且我自己本買件事我嘢就是我愛困症咧我我平時都開咗財經會啦，我就行一房競爭啦。然後我冚灶嘅會，你 switch 啲一邊咗啲房競裏邊嚟度，所以我就係冚會啦。我冚會突到啦，突到就 almost 咗。我冚會啦，我灶下就有聲嘅咋。係咩聲啊？特別是，你即講我就係冚會啦。伊特別是有一項物件，譬如講我係碗。有一個碗刷嘅聲嘅咗，我突到一下冚會啦，特到有一項物件刷嘅聲嘅咗，佢冇啥物件嘅咗。嚇，啊冇就是頭頸啊，頭頸刷掉就敲掉，而且伊頭頸就敲就是正常嘅，而且有當時頭頸會係塌掉咧啊，然後唔知係咩事嘅時，伊同我按不到嚟，哦敲淡薄按不到嚟，我係聽到佢哋聲。
安尼是啊，我只係咁開無久年，我就聽到這個聲咧，打咗。特別變咗一幫啊，變咗是我無開就已經會，係啦，我繼續咁幫嘅會，我就無咁就開會。你當然 testing 下，你當然 testing 下。係咯。你當然 testing 下。live。我讀叮當嗰度，他明明嘅叮當你讀啊？我讀到超掉咗。我讀緊係掉啦，我好像你是啥嚟咗？我唔知會數咗。開看啦，開拿刀。我冇看到你讀啊，我冇看到讀叮當，特別我聽到佢哋聲，我看到，但我走卡啦，佢哋是啊，應該是佢哋讀嘅聲嚟嘅。所以你聽到聲，本來淡淡是。有聽到？真正細聲呢？伊是毋是你 switch 只大啦，夾呢轉到你kitchen入邊。那是你愛講嘅就 scientifically。我講嘅英國種嘅英國種嘅 theory 話咧都有可能嘅，但係冇啦，你要全部抓做嘅，hello。咁啊，你就狂冚嗰種啊！我喺冚會呢，我面嘅對叮當咧啊！我整跳啫，你乜佢要全部倒嚟。可能是你冚會大辣啦，你要一烘啦，你正大辣。冇啦，我掉啫呢。鳥龜講，有淡仔你冚嘅時佢有啦，本時會你聲啦。有佢哋聲，就細聲呢，就是講，特別是你換換陣嘅聲，所調掉，唔是話人調掉，就是，it's just ，Peter 啊，係咪聲嚟啊？Peter，阿妹，呢種 Peter 就話 ，Peter 你聲，你有聲，但是你冇講我都冚掉。拉啲打，同事，佢話唔要，寶啦。伊電話係，啊啲電話就我係第一數數，伊 speaker，伊 mic pick up by speaker。我講，阿俊我講個普通嘅啦嚇。誒，等陣 before 都講時，我咪講鳥龜講，你大媽講鳥龜講，佢去韓國，特別冇拉沙，啲拉沙就係我朋友本事。我朋友本事好似我甲人講過，我朋友有一個馬來朋友，伊啲對面嘅時候咧，伊貴先生嘛。係啦，伊指過嚟整 Q 伊物件時咧，我去按照講，我去對伊指啦，人哋指近嚟學講馬來尼嘅，所以比如講韓國話嘛，所以我去對到大學手嘅。係啦，伊指好像 open herself to me 咯，伊指就講嗬，伊是一世人，啲後尾所在本看到鬼嘢咗，一啲厝一直看到佢哋鬼啊啲白啲頭殼，白啲面。應該樣款頭殼，一白啲頭殼，伊攰頭殼，伊血近有血啊，白啲頭殼，白去依邊整嘢咗。所以伊是細漢看個大漢咧，就一大啲個冷淡喺你金邦裏邊啊，細漢看個大漢咧。係了，伊講一直係來到後嚟咧，伊完全無安尼款嘅感覺，一直係落飛機呢，伊看到規個天是光嘅咗，嘅落個都是光嘅。伊講伊看到這個所在是，加皮膚加青嘅咗。我知咩事？你講，應該安樣就是 peaceful，意思安樣嘅啫哦。唔是，讓到被 download，讓到被 download，你 translator 先。佢哋鬼別講我其實伊個 balance 安尼款，我哋國家會 usually 是有 remnant 喺呢邊嘅，但我基本真係 peaceful，我 feel 到真係 relax 冇物件。Maybe 伊 wavelength 無上嘅通知未調到數。maybe channel 無斷掉啊 channel 無斷掉，有影我唔是講笑嘅。人嘅 existence 啊，咪講到上次咪講係你，就係講人嘅 human being 嘅了 being 是鬼嘅上面是一種嘅 vibration 啊，所以嗰啲係 frequency。對啊。所以人嘅 frequency，人接觸到物件 frequency，甲伊人下邊接觸嘅 frequency 無咪相，所以可能伊嘅。wavelength 無咪上無咪啱掉，未必大股。特別韓國有幾個數有幾個戲啊？韓國有，特別樣嘅韓國戲，鬼戲是嗰啲真人嚟啦。嗰啲是你報銷一種嘅鬼戲嚟。人嚟。OK，講起你 friend 啊，特別 Apple 教我 share 一 story 啊。嚇 ，actually，I think 伊講嘅物件對本啊 ，because 伊真係 believe in 即個 energy 啊，那款嘅物件啦。所以哦，伊冇講。因為真奇怪，我當晚下晡嘅時，我講咱去download一間 cafe to meet up 啦 for coffee 咋，
然後伊 suddenly 甲講，伊講買啦，買去迄間，我人去一對面迄間啦。然後我就無管咯嚇，OK 咯，凊彩咯。Then later on 我甲 realise 講係哦，伊 actually 伊會 feel 到伊嘅 surrounding 嘅 energy 啦，伊有去學安尼款嘅物件啊。所以哦，伊講有誒位啦，伊會上個人講伊為正陰嘛嚇，伊會 feel 到伊嘅迄個 negative energy 啊嚇，然後伊講伊會 start to feel 到成個人無咁辣，然後會頭痕啊款嚇，然後伊講有誒位啊，伊講伊會 feel 到伊嘅 energy 真正 positive， 真正 vibrant 啊，所以伊講真活動，你去到你出來你真 happy 嘅，所以我 believe 講 maybe Korea 位啦，伊嘅 energy 迄邊嘅哦是加 strong 加 high frequency 可能啦。特別我有聽過一個 theory 就，因為這邊嘅人啦，有時一種啊，你拄到無歡喜嘅物件是啊，人放出來就，人講出來。講出來 ，OK。人講出來就，人放出來就，人起哄嘅就，人講出來就。所以韓國咧，其實你看韓國戲，你看到人起哄嘅就係人隔了是用嘴講出來嘅就，所以人 release 咗出來嘅就。對，因只 expressive 已經 release 出來咗，所以你一見一個人本好啦，伊有影伊做好你就係講我見你，我見係人伊做好你看嘅，就講好你聽嘅。你係日本嘅搞咗大餅，到大餅嘅咯。即係所以我有一個朋友我講身旁嘅時講有可能就是因為安尼款啊，所以人無鬼嘅 ，because 伊無燒伊無直掉，就種 hatred 都咗，人個咧放出來嘅。阿龍啊，是唔是你講嘅講古早我會記有一個 episode， 你講起講迄個 Korea 嘅啊，講有一個 true story 話，迄個狗嘅驚啊，你講伊個人到聽到，對，士林嘅，迄個是我講嘅就，迄個是我係當數嘅講出來嘅，我係佢呢個講出來。哇！迄個是 one of 第一件。你講係唔好意思，你講係唔好意思，我佢嚟，我是佢幾超靈異，所以講係唔好意思，講我一直講到，because 一直笑個阿妹啊，伊講佢夾唔住句嘅時候，哇！我佢超靈嘅啊！嗰隻掉到頭頂嘅嚇，掉到頭頂嘅講冇啦，你聽到佢嘅聲唔是樓頂嘅聲嚟，是擼嘅房間，一隻鬼到頭邊啲天花板已經行落。哇！講嘅這個話是我哋超靈嘅，我覺得 Clubhouse 係為 Clubhouse 係為人講嘅 chat room 講驚南西講到無理，只緊政府驚。伊講伊個講伊嘅毛毛菇嗰邊嗰隻岩係時候政府。我是講跟你 drive 一條路，行到跟你愛嘟咯，我唔知愛嘟。end of 跟你 drive 一條啦。唔知愛嘟咯，講出來。哦，跟你嘟咯。特別我是無羅面係咁樣嘟啦，好熟悉。哦，羅面嚟係我唔是點嚟係。嚇，羅面你阿面嘟啦。哦，羅面係嗬。你講跟你 drive 啦。冇跟你 8。哦，係你 infinity 嘅係你condo啦。condo 嘅名嚇。哦。同你講，對，咱就咪講 girl 嘟8，咱梗係在上面邊。你咪使講跟你嘟。有一個 episode 嘟㗎了誒。你叫到時，定到隻股嗰時唔知是我講巴士，然後我講係咪巴士嘟巴士。然後係咪是嘟巴士？我哋就笑未起。hin巴士講嘟巴士，我嘟巴士嚇。耶嘟巴士我係曉講耶嘟巴士，嘟巴士啊。耶嘟巴士。嘟巴士depot，安尼個條。對，特別往定到講是只往是講巴士。佢哋講，我有做係咪巴士啊？念嘟嘟啊，念嘟嘟嘅巴士，你咪滯咯。後尾講到嘟巴士，是講未出喎。嘟巴士，因為接你字啊嘛。特別有幾難接喎。有人講嘟嘟係咪啷滯喎？呢啲係你嘟嘟落啦。係你特個你講啊，都係 energy 上嘅咯 ，frequency 上嘅事咯，明講乜嚟咯，嘟嘟乜講係掉嘅。嘟嘟落，人講哦呢邊㗎，是唔是？可能我啲突人仔嘟嘟落就喎。我你會感覺你聽到伊囡仔嘅聲嚇毛毛菇，但我你講聽到伊囡仔嘅聲，你會感覺到伊嘅囡仔是幾歲叫？過6歲。哦，細漢。
哎呀，咪講錢啦，講白你。呀，這裡冇冇。要嚇，住，我你馬甲你講，我嚟 report 啫，報咁啲啊。報告啫，嚟。我媽甲我講，伊細漢嘅時，伊較經處過地個啦，我媽嚟處，我媽甲講嚟處。所以伊是下嚟處大漢嘅，即係是大陳祥獨講嘅話啦，話人知啦是怎咯。了嘅是伊講伊細漢嘅時，有一個園嘅，我伊厝咧飼隻狗咧，所以伊個迄個園啊，有人大斗有行過蝦米嘅咋？伊個園會通過迄個對面嘅學堂那邊。對面對，車就落落嚟陽光徑嗰邊古時嗰啲甘榜嚟咋？對。一地位講迄個香山市。係你面頂，依家面頂嘅大山面頂南部是有一個馬來人，有一個要去教嘅棒嘅嚇。去教人嘅棒，我知，我當日拍badminton嘅，伊唔是講只大細年啦。細年啦。你往Jalan Gajah回來，往 from Jalan Gajah回來嘅時候，伊有你咪是特別。The last turn before 你起到一等到啲車出邊時，你個 make a right turn，一隻 L shape 嘛，一隻起 ，then you immediately have to turn right 對哦。then 要等到啲車出邊哦，that 你看到迄個 right turn 迄個 corner，頭前就是一個回教人嘅網。我唔知啦，whatever 啦 ，because 有一個園真大嘅咋，有真濟規矩嘅章。對。了，真濟人有通過大，是講人大Jalan Tanjung Tokong Lama 咧遐，伊人就過起來，了嘅是過外媽嘅厝嘅邊仔呢，了就通過咯，通過遐個園咯。了迄個園有一個家家嘅咋，伊家家是馬來人嘅，伊個翁個某呢。特別我咪咧講咧，伊馬來人是真正好嘅，真正好心嘅。伊人Raya 嘅時，然後伊人過了新疆嘅時，我嘛嘅人冇學伊人過嘅咋，伊人就個隻地龜，新疆。你係時伊人問你真好嘅，了你學伊地龜啊，伊個無學你夾坑嘅半堆，伊個學你藤。佢有笛，伊係藤學你夾堆嘅，所以伊是真正好嘅。了伊是家家迄個園嘅內面咯。OK。了真正人驚伊嘅，我係嘛咧講 ，because 伊是好嘅人，特別伊人講有錢本地來。because 伊馬來人，個了合併是 surrounding，個了是馬來人，一同人有幾廿間嚇，跟同人嘅厝幾廿間甘榜個了，特別個了是真正好嘅啦。了有一擺是我係嘛講啊。伊個歌嘅人啊，真怪傑咗。我有七個句，我個句唔知幾廿句。伊怪傑，伊人條啲燈喺你家㗎，看伊甲我媽講話咧，伊人走去回來去頭睇阿莫丹咋。distracted 話你媽咧走去頭班阿莫丹。伊就是看到伊行去甲我媽講話，嗰時人就燈了，伊看到伊咧一叫人啲個看伊啦。แล้วก็คุยนักเกี่ยวกับเจ้าคิดบ้านอมตันเนาะแล้วไอ้สิซันเดอรี่อ่ะอีซันเดอรี่เปรี้ยวอ่ะเยอะแล้วไอ้สิอีหลังเจ้าอ่ะหลวนอ่ะรู้ใจอ่ะแล้วอีซันเดอรี่อีขวาเดียวอีตัวสิตัวอีหุ่นจะตัวไอ้มา他咧地只ตัวลองคิดสิขี้ชูกันแล้วจ้ะ真ตัวว่าไอ้คิดว่าเสียหันสิว่าบุทันเกี่ยงกุยฮะเลยเตียวเนี่ยว่าไอ้กูบ่ฮะกุยแล้วไอ้สิ伊去外買厝每有來100-200米啦。你迄時行山呢度伊來頭整咗，超級亂。然後我買到講只一人相信講伊即叫有市區嘅，市本地啦，無伊會在條高伊園安尼多。伊家保呢嘛，maybe 伊驚。伊驚甲辦嘅時有來過的園啦，特別頂下暫時伊驚未必無大下邊樣啦，大下呢個個。有陣時伊個講係咩啊？伊目睭紅紅嘅，了伊無看到，伊無看人嚟，伊甲你講話，伊無看你，無愛講得，了你目睭嚇，伊無愛講得。你是講伊目睭紅紅，就 means 伊成紅見嘅，係呐，就無甲困紅見啊。真正紅嘅伊目睭人講。伊攞紅包本嚟紅啊，還是？無伊無，個呢伊紅呢。
哦，冇啦，近你硬啦 ，OK。แล้ว是我買的貴啩，係有，伊人講是因那本地那本身吧，有話那有講，有一個有講布拉薩加maybe 啦，唔知啦，你是我買的第四行嘅嘛。伊都咧愛起錢咯，嗰隻你真 common actually。我買的第四行啊，แล้ว但係都係件物件啊，啥物啊？該買物件 maybe，伊人就先我買得起，แล้ว我買得起嘅時啊，伊人每啊都講看有嚟想啊恩咯，恩一個咩？恩是巴郎，唔是啦，恩是你向我攞咗，向我攞咗。哦，แล้ว嘅是。我買得起厝，伊有人講有伊厝有幾難嚟攞，咁了冚了，特別我是無去買啦，是阿咩嚟？哦，伊厝會看到真濟。你嘛計人食啊，佢起厝係咩物件？無啦，because 伊往時有賣啊龜子啦，啥物啊？計人個買也是佢都知啦，neighbor 佢就鹽啦，就糖啊呢物件是真正common嘅嘛，所以我買得講細漢嘅時個唔要驚，但到愛去啊咧。有用啲地落掉喺度沖過，即係人冇沖過，所以特別是講你無做半行應該是。係你 OK， 我俾再看 geography， 我想話係你講係一個伊個會是唔是到底漢都學等嘅大門就出來看到 directly 係你酷？我唔捌 really 去漢都。OK，我再講 once 你過一回呢，都是大朋友 ，because 我姨係嗰時係朋友。所以應該是啦，現在是到底你阿妹行起來啊，阿妹行起來，就是阿妹阿妹都是架車啦。所以阿妹阿妹啦，你佢哋哋。伊回教家，但面是伊我會記伊個即個回教網嚇，是甲你馬來人嘅回接掉嘅。伊回面是馬來人嘅，我係嘛講是當人嘅，但是伊是炸間嘅。OK， 所以伊個回就是講伊啱了回骨等，起個來頂面嘛 ，almost 個一平地位，了春淡薄阿位 before 你特別都做運到手嘅，都是伊個回教網嘅。都是接掉接夾邊，當佢咪頂少有個話頂接過時，上加是有個。誒，攞嚟記係咧，零頭毛一粒，零頭毛一條，有啦，零頭毛一條嘛是講句咯，伊就是到底黑邊嘅看到，佢有時連落去，嚇拔刀落去連落去。做咩事大病咧？伊大下邊嘛，然後伊讀下邊讀車嚇，伊唔是講搭架車時候，伊講伊搭架車伊紅險上啊，伊講有時一個聲價，伊講衝落去，所以一頭到對你車嘅山尾落去，你暗嘅位，一頭bicycle 一頭衝落去，一頭冇 non-stop 就衝落去，然後邊講到嚇，伊講成有一個物件直直叫伊衝落去，所以衝落去了邊一角地頭留去一蝕去。哎呦，咩解啊？哇，漢都本這個事我漢都頂到時我個無拄過，我不當漢都係大嘅。有會人嘅網。嚇對。會教人嘅網嚇，你看到 Google 嚇，你 share screen 嚇？share screen 啊？嚇，แล้ว你使見下我看到你會是嘢。耶，係你會酷咯。嗱，咱講咧就俾講啦。我真冇啊嘛，嚇，當基礎㗎啦。基礎係啊。你阿妹阿妹是，就是有一個 land 嘅嘛。嗱，你看到。呀，你做咩看到？哦 ，wait， 但我冇看到你 share screen， 我今日看到你個嘅邊。哦 ，because 我邊就你等陣 ，because 你聲是到啲。OK。好食。你看到 map。看到啦。So 我買厝咧嗬是，嗱，這裡個料啊是先，這裡個料是先嘅。你開 satellite， 你開 satellite image。伊回呢？可能看 3D 嘅。伊回呢？這裡啦，嗱，你看者。原來是去厝呢啊！這裡是個料回。你 zoom in 嗬？那個 demanding，有 street view 嘛？那個 demanding，
哈 ，OK， 當然看到了。แล้วนี่อีบอง是得อีเลยมา回教บอง是得了回教啦บอง。อีบอง是到這邊。哦哈，然後伊，然後there immediately turn right 是有哈，有燈。這邊呢就這邊就起啊嘛，然後是一個個了是遠嘅，下幾時遠嘅這邊個了，伊起厝了就個了。伊下咧地正大碗嘅咋，我係叫我係顧三仔去浸下咧建招啊，建招。然後我媽是 just directly 這邊嘅，你看到我媽係厝。哦。我媽係厝應該是。係暗咧暗。係咪暗向神市啊？向神市。向神市是誒部個 key 個啊，誒部 Dari Cafe 走去咯 ，Dari Cafe 是這邊啊。暗嘅路㗎啦，係。走去到咧係暗。哦，嗱，下邊 ，yeah right there，tama，呢度下邊，一直後者就坑地咯，係點？Right underneath that，right underneath the cursor 啊 ，right。啊，這邊。哦，這裡啦。一直坑地咯嚇，嘢啱。這裡咯啱，然後這裡下股是雲南咁崩嚟啫，這個了是當佢 flat 啊了啊，是雲南。我會 explain 啷。我會教人解釋啫，但是啷聽講話有人是講馬來人，有人是講雲南係嘛，係咪是有人講馬來人嚟 join clubhouse，我教人解釋啫 ，OK？ 嚇，我就會寫人 join clubhouse。誒，咱介紹 clubhouse 即係老早誒，但是講咱未參 clubhouse 時候，咱會使 call 路來參加阮 clubhouse，因為阮 clubhouse 是大節有開房嘅，阮一個禮拜開25到50個房。往時南西開，往時金培內冇開，往時零個名啷講嚇？阿龍冇開。我會拍廣告拜一。對。有未學那個啊？哦，對，rasa sayang，radio rasa sayang，對。radio rasa sayang。但拜一早起讓我做工嘅時線嘅時候，แล้ว我係 radio rasa sayang 嘅，我是講幫馬來瓜個幫個講用馬來話嚟講話 ，OK， 就讓特別嚟聽 ，OK， 教時候正嘅聲音 ，OK， 教時候播唱，教下攞點正音別得了，呢禮拜那時攞俾佢接條聽幾個故事，是讓特別到對嚟收聽別嚟學嘅嘅節目啊嚇，就係講話季節，那時講呢度啲 clubhouse 就係講話是錄音一件事嘅。我報告就一擺，然後落 email 就來是個來教人學過咯，講互人聽人拄過幾個故事咯。當然咪講到這邊聲音，講兩點鐘了，然後等陣我 make sure last round 看 Google Meet 有一人接來冇講到話啊，冇啊 ，OK， 感謝你有這裡冇講到嘛？有個準，有到講兩句咧，有個準都有線嘅，佢告訴我。我跟你講一個真快，真緊嘅。OK， 頭先講到囡仔嘛，囡仔哦，我買可是喏，伊 pregnant 嘛，你伊 pregnant 嘅時候，然後老人講下面 pregnant 是咪去看厝嘛？哦 ，pregnant 是講買厝嘅看厝啊是啊，咪去看你空嘅厝噶啦，咪去看。哦。然後因為 family 是 Christine 一樣，就冇插喺嗰面，然後咧就走去看咯。你看啦，一大間厝你看到一個囡仔咋，三四歲啊，4、5歲啊，嗰啲囡仔。然後，伊 family 本是樣解啦，樣看到了，然後對厝時哦，對個厝時，伊囡仔對厝上哦。然後，伊 family 個啦，一日本上上看到一個囡仔，伊家己本嚟看到一個囡仔。伊佢樣過講笑啊，樣講啊，哦，你驚對了誒。因佢看到伊徛喺伊樓梯入邊等了路啊，佢acknowledge 伊大邊哦。然後到尾哦，伊生囝出來時哦，伊規 family 都驚咯 ，because 伊 baby 出來哦，無像個 baby 嘅嗰啲，伊 baby 出來像個老嘅嗰啲邊，都像個看到像個伊媽個啦，都看到像個係你囡仔嘅邊。像個有ảnh嗰啲邊啊，到時咩是唔是 baby 邊啊？但係伊 body 哦無卡，伊囡仔無，就是一半爾啦，伊身軀。然後伊人個啦就驚啦，攞規間厝人個啦就驚啦，就莫過伊咯。
都買過啊你見啦，แล้วยังไงกูจะเลยก็เล่าเรื่องที่ทุกคนแล้วก็ไอ้อันนี้ก็เสียงนี้都叫嚟講咯，嗰部是季節咧，嗰年baby 就死啊，死啊！Siya to kaya family to bosu lo. Dah tapi hal anti ko hal kina siya. Siya baby siya lo. Dah 唔知做規矩是伊度幫住你見啦嚟講 thank you。哦喲 ，thank you ลูก個啊。咩水？個係哦。個 because 伊嘛個買呀嘛，度點呀嘛，買呀嘛，都 basically 到 hospital 買嘢轉嚟啊嘛，嗰啲哦。所以這個 auntie 嘅嚟講咧，都係伊度試啊度報幫佢樣嚟講啊，咧伊報幫佢先，伊講伊是 complete 嘅，佢是過嚟講我走啦，個可以問住喎。哦呀，丟丟啊！哇！我係啲做好做咯，哈，豬毛毛菇哈。這個告訴我，有你關係到等陣，I mean，這個禮拜我講嘅告訴。係你 COVID 嘅告訴啊？一個禮拜講。對。哦，你是講誒季節啊？落幾時啊？冇，來琴啦嘛，哈。OK，我搞這是毛毛菇搞我 to be continue 嘛，咱話在你 enjoy 是啊，呀會 to be continue 是叫對，就見對。誒季節咁咪對嚟講，在你 enjoy 第幾次？佢聽毛毛菇在你 enjoy 係告訴。誒，你講咩所謂 remind 你 to buy 啊 ？to。哦，伊講伊囡仔看到，唔係媽咪看到拉薩米加，然後寫出來是有迄個字呢。所以我不多愛 share， 冇都唔過好定禮拜，或者這個禮拜我有 share 個 friend 講about 對嘅這個故事吧。然後這個 friend 都多伊 call 我本，一聽這個故事咧，伊 call 我講伊啲冇一個地位啦，係是對嘅地位。伊樣是本時係看到本地，即是講 pregnant 媽咪咧，伊看到是對嘅，然後嘟係禮拜少聽。搞咁嘅死又撚掉撚見啫。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個禮拜講嘅這邊先佢這邊聽。毛毛菇嘅都會告訴你是俾到對嚟收聽啦。感謝Clubhouse 嘅人，感謝Google Meet 嘅人，禮拜人過來再見過。這邊講嘅當然講嘅正聲，希望咱今暝困嘅時，伊別看到鬼啦嚇，伊別囡仔啊，裝你卡，還是聽到哥哥咁好玩。拜拜拜。YouTube 嗰邊嘅人咧，這邊到這邊嘅訂訂出嚟，可能人走嘅了，係你新嘅人，想講佢琴日嗰啲走嘅了，到啲你 Google Meet 嚟，訂出嚟快冇看到 episode 到這邊訂，แล้ว這邊訂看訂聽到啲 YouTube 嘅會訂看訂聽到這邊訂，แล้ว買 T-shirt 到這訂就一啲 ，OK，bye。